这样录了。好 ，OK。等一下，我听一首。今天在忙。好，再来第一首歌是光复马泰巴朗部落的《泰巴朗之歌》。那如果台下有阿美族或是会唱的，或是大家想要一起唱的，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唱。来，带来这一首《泰巴朗之歌》，谢谢。
科鲁。就陈建年做的阿姆斯的可是他是台东的科鲁。没关系啦，没关系，非男主唱阿姆斯歌。可是我不想唱。我叫你唱就唱啊。好，既然他们想要听非男子陈建年的歌，那就带来这一首《阿密斯的响宴》，谢谢。